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咱礼拜时间已经到，伫礼拜台先搁再做一届提醒大家，咱若还袂关手机的，咱甲咱的手机甲关震动。咱做伙来念会经诗。恁着学落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学落伊，着伫伊权能的强冲学落伊，着因为因大权能的行罪学落伊，照伊美妙的权大学落伊。见若有喘气的，拢着学落耶和华，恁着学落耶和华。
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6首，万米三角欢，自集欢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离愿徛地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真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气力，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搁来。愿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结，
受掉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决定稳治本地，任当所有的住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愿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愿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文字，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28篇，启用文28篇。我来启，请兄弟做伙来印。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我要去打落闪避你的神，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展开清早的室，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我若讲黑暗要遮砍我，就黑暗也袂会遮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咱做伙头来祈祷。我伫天的爸，愿学落你。你创造天，甲遮的天的天，甲天顶的万军，地甲地上的万米，海甲海中所有的一切，宇宙万米拢靠你的权能保存甲运作。你的名是至悬、至大、至荣光的，愿要学落你无煞。今仔日是一年最后的一天，阮来到你的圣殿，毋但要学落你，嘛要感谢你。2023年这一年，不管伫国内，也是伫国际上，阮拢拄着侪侪的困难甲挑战。总是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互阮平安过了一年。伫今年初，也因为产销失去平衡，
加上人为的操作，造成市面上欠鸡卵的代志真严重。台中捷运互启动机故障，造成伤亡。台北台铁基台建设起厝，造成隔壁规排的厝会陷落。屏东阳明国际厂房大火，造成4名消防队人员的死亡殉职。这个拢是阮今年伫国内拄到的代志。伫国际上，因为中国继续伫台湾的周围军事演练，造成真侪民主国家联合的对抗。台湾嘛成功做成一只的唱水舰，盼望会当用家己的实力，互中共毋敢用武力来攻打台湾。伫国际上，哈马斯攻击以色列，掠去侪的人质，造成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对10月到今仔日嘛拢无煞。伫这一年中，阮拄到遮尔侪的事件甲战争，拢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公安的问题是因为人的贪婪，为着省钱省成本，无照起工。战争是因为世代的冤仇。主啊，求你赦免，嘛求你怜悯。原知只要我靠你，信靠你，伫你的引带下面，互阮会当安然经过死荫的山谷。总是嘛恳求你，互阮伫过来的一年，有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阮爱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时圣歌队因要吟的是“有本世间就快乐”。来
咱做伙来看几位圣经。第一位是伫旧约传道书3章第1节甲11节，台语汉字本伫728页，728页。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第1节，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培出所栽种的时，有胎死的时，有医好的时，有拆毁的时，有起造的时，有啼哭的时，有好笑的时，有哀惨的时，有跳舞的时，有喝石头的时，有捡石头的时，有通抱的时，有毋通抱的时，有找到的时，有失落的时，有保守的时，有放杀的时，有拆离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有怨恨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和好的时。做工的人伫伊所落落的有啥物利益啊？我有看见上帝所予世间人的落落，互因伫迄中间来练习。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诚做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好，搁两位的圣经，伫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章9节、10节加14节，新约104面，台语汉字本104面。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有真诶光来入世间，得救万人。伊伫世间，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14节，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诶荣光，亲像独生诶囝对爸所得诶荣光。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眼光，只羡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眼光，只羡我的主。讲到今日王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干。阿姐平安，真欢喜，阁有即个机会，上帝所赏赐的日子的中间，会当来到多元教会，甲咱的兄弟姊妹相甲组织，多只肉体踮伫咱中间。渴望即个经节，毋但咱听到的时阵点头讲呀，就是安尼。咱会当对咱的心肝内底讲，啊哈，是呀，就是安尼。呀，啊哈，有啥物无共？当我咧讲呀，我听到啊，我知影。要毋过若当我讲啊哈，大家有听过啊哈即个词无？有对毋对？啥物时阵你会讲啊哈？
我搁表演一届吼，呀，啊哈，为什么无共？我的表情无共，除了我的表情无共以外，搁有啥物无共？哦，是，咱的做下师的，非常感谢吼。无啥共款呢？当咱讲呀，我听到啊，我知影。当咱讲啊哈的时阵，咱规个人、规个心，都体验到迄件代志。所以伫咱的信仰的路程中间，读经介要紧，常常喺读经的时阵，咱会讲呀，就是安尼。毋过，若当咱的性命用遮的经文来开放的时阵，当圣神的工作伫咱的生命中工作的时阵，你看到迄个经文，你会讲啥？啊哈，阿妹，你会讲这？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2023年，咱要回顾咱一年的过去的时阵，要往头前搁行的时阵，我往毛每一个兄弟，上帝圣经宝贵的话语，咱咧读的时阵，毋若是讲对，我知。会当搁诚做咱生命的物件，当咱读的时阵，咱会当讲啊哈，真正是安尼。咱三家来祈祷，听小阮的主上帝，就伫即时，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我更加恳求你，互阮每一个兄弟经验到你圣神的同在，求你开阮的心。互阮毋若听见，反而会当对阮的心来讲，啊哈，发出对灵魂内底同意甲肯定的声音。而且我们欣赏即款的生命，就是你所赏赐互阮啊哈迄种宝贵的生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传道书第3章第1节到11节是经课表。要求吼，若是咱有照经课表来讲道的时阵，伫年底要到明年要往一个新的一年来看的时阵，拢会用这段的经节。像是约翰福音第1章第11节，甲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这个水的道理讲啊真清楚，伊是一个道理，也毋过。这个道理若无进入咱的生命，无对咱的生命造成叮当，安尼，这个道理其实讲坦白，对你甲我无啥物效，无啥物功能。除非这个道理，加做这个道，加做生命，伫咱的心中叮当，互咱的所行、所讲、所想，会当甲道共款，会当经验到。甲到共款的时阵，迄种的欢喜快乐，会当经验到，因为我要甲到共款，所以我受苦，所以我艰苦坐挂，我嘛感觉甜甘蜜甜。等到迄个时阵，即个道才是真正点伫咱的中间。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个人的故事，头脑较小作一个人。为什么特别来讲伊？因为伊伫日本的环保的运动内底是一个运动的先锋。更加趣味的是，伊对抗的是有毒污染的矿，好，就是因为采矿来产生的毒害人民。拄好伫咱明年有总统的大选，其中有一组的候选人的父亲嘛捌乌过矿。咱也知影乌矿的人，应该是有的人即马摕伊的古早的厝来讲滚耍笑。也毋过咱也知影，迄个时代乌矿的人面对的是偌尔啊危险的工作的时阵，咱今仔日面对的态度会无啥共款。也因为有即个缘故，所以看到日本的一个神学家咧小解，他那较小弱的时阵。我的心内就足激动，为什么特别来小解伊？伊死的时阵，因为日本人拢会穿起毛罗，就是迄个和服。伊死的时阵，伊安息的时阵，伫伊的身边有一个袋仔，袋仔内底，大家要看卖，袋什么物件无？
伫伊过身的时阵，伊身边跟一个袋啊，所有的物件就是迄个袋无别项物啊。大家要看觅内底有啥无？有啥？要看觅。要着啊，定来甲无输领奖品，毋免人今日毋是处理好吼，毋过袂要紧。咱要看觅伊迄内底有啥？一个人到死拢要炸伫身躯边的物件，会是啥物？咱今仔日可能是手机啊吼，我毋知影。抑毋过兄弟姊妹，当你要吞下你你要歇地就的落口，要甲迄口气吞下了。就要见主面的时阵，你会炸啥物物件伫你的身躯边？你会炸啥？现在无想过这个问题吼。好，这位先生头仔较小作，内底有3项物，有一项我袂记得啊吼，可能甲食物件啥物有关系。另外2项，一项叫做日本的宪法，搁有一项叫做圣经的马太福音。伊死的时阵，就剩这2项物尔，伫伊的身躯边。人就讲，伊敢无任何财产，无厝体，无产呢？伊本来是农民，伊的出身袂歹，伊的阿公、伊的爸爸拢是地方的头人，所以因兜是捌有产的。无遐物件，伊拢变袂了了啊！因为要军队主耶稣尔，所以当我伫即个时间。伫即个年底咧想，明年要安怎来军队主耶稣基督的时阵，拄好看到即个人，伊是安尼变卖伊一切的所有来关怀土地。即个人是虾米款的人？伊伫1841年11月3号出世，伫咧日本的土子基县吼，土子基县我袂晓。讲迄个台语吼，我就是照日本的发音。伫咧东京北边150公里远的所在，伊安尼讲吼，伊出世伫咧土子基县，啊，伊的迄个城市叫做沙诺西，吼。伊讲我是什么资格，就是下野的农民，所以伊是用农民的囡仔、农民的身份来大汉。伊的老爸老母伫社区中间，拢真受到尊敬。伊的阿公甲老爸是地方的名主吼，叫做那努西。人啊，亲像咱的村长迄种感觉吼。伊家己18岁的时阵嘛受选，成做名主。无偌久，伊的老爸就佮做较大吼，爱协调迄个地区6个乡村的代志。听讲伊对细汉做囡仔就真坚持。伊伫5岁的时阵，捌画一个翁仔。伫迄当阵，因厝内底佫有所谓的下骹手吼，会当替因做代志。伊就摕互即个下骹手看，伊毋过下骹手都无啥兴趣啊，毋过主人这少爷佫互伊看，所以伊就你无甲我注意，伊就甲即个下骹手安那低调调讲，你感觉我画了无好？无，伊就甲迄个。目水吼，甲笔等伫个头前讲，无咧你来画看觅，你若画得比较较好，看你会当画得比我较好无？伊就伫遐一直叫伊高高伫，伊个老母无意中间听到即个代志，就甲伊讲，小祖毋通讲安尼啊。毋过即个囡仔无插伊，所以伊个老母感觉真见笑。伫暗暝的时阵，就去外口，徛伫迄个黑暗的中间，伫迄个落雨天的时阵，徛2点钟。伊就回想我的老母真严格，也毋过伊即个严格帮助我改变我一项代志，就是我对做工的人迄个态度无共款啊。有一天，伊为着做生理去隔壁的庄头拜访，伊要出发进前，就受到人的拜托讲啊，歹势，请你甲我带一个信息，互一个纺织的工人，伊就去。啊，伊伫遐吼，甲物件吼，拢伊的生理拢做好势，做了后，伊煞袂记得爱讲即项代志，伊就真欢喜，啊，伊就转来。转来迄个庄头，迄个甲伊拜托的人，紧去甲伊找，就讲：请问，伊甲我回应什么？伊还想讲：也歹，系啊，我袂记得甲伊讲啊。所以伊安那，伊就搁随时
就是人咧问伊，无法度回答的时阵，伊就随时关起迄个砖头，非常的远，甲迄个信息，佮甲迄个胖一个工人讲，迄个信息真短，就一句话尔，且甲我订的迄片作品，迄片，毋知啥物物件，迄片完成愈紧愈好，就一句话尔。伊就佮赶去，佮赶转来，这显明伊其实真有责任感。确实，咱会当看到，伊对伊的一生会当看到伊真正直，伊真力，照伊对人民的约束来甲伊做甲到。伊做囡仔的时阵，透早就爱起来，真骨力去做石头。毋知咱中间敢有人有做过石头的经验，会当举手我知影无？啊无好。有人透早就爱起来去做生意无？啊嘛无好。有人透早就爱起来赶去上班无？啊嘛无。歹势，有吼惊着。我想讲哇，咱导演到位兄弟这边拢是靠啥物咧食情？真厉害吼！上帝拢有玛纳吼降来，是我毋知影的方式吼。是，因为伊透早就起来爱去做事，因为迄当阵你靠种稻仔的收入真少。所以伊就该去种染色彩的食物。伊嘛毋是一个真会讲话的人，讲话安尼滴滴嘟嘟真含慢吼。伊的记忆嘛无好，所以这互人真恶地想象。伊后来去做国会议员的时阵，针对污染的代志，伊爱甲迄个统计的细节拢记啊清清楚楚。实际上，伊毋是一个真会记物件的。伊一生为着正义甲人民来奋斗，伊捌坐过世界的家，坐家。第一摆27岁，因为迄当阵有一个地方的顶司，伊甲伊公开讲，伊学生就互人撩走，佮哭起来，伊就伫遐互人关10个月，佮20天。伊毋捌受到高等的教育，法律的材木，也毋过伊有坚持的精神。伊讲，只要我有机会接受公职，接受这个责任，我会一直打拼，直到迄个吊命完成。毋管是拄着风台，还是大雨，就算爱牺牲我的工作甲财产，我嘛袂放弃，一直到目标完成。这个人第二摆坐监30岁，第一届27岁，3年后30岁，3年后30岁，伊搁去坐监。伊迄时的顶司，互人暗杀。伊就受到侮辱，讲是伊害的，互人搁哭起来，3年搁20天。伊伫迄第一届伫监狱中读到西方人权翻译的作品，伊上时嘛伫遐读册，伊读 Samuel Smiles 的《自我帮战》这本册。伫37岁的时阵，伊决意一生投入政治的吊命，因为迄时日本有西南战争。钱比啊真宝，因兜的土地的价值翻了一直起嘛。钱变宝的时阵，啥物值钱？土地，所以就变安那超过10倍。迄当阵，伊就决定要把这个土地卖掉，用这的钱通过政治的产物来利益公共的事务。伊就要做一个计划，要毋过因为要把土地卖掉，老爸搁伫咧爱参详一下。伊就甲伊的老爸参详。伊讲，这段我感觉伊讲的我足感动的。伊讲少佐就是伊有400万的兄弟姊妹，哪会400万？大家让想看觅，伊甲啥物人当做伊的兄弟姊妹？400万，一半是爸母甲是大，一半是较少年的兄弟姊妹。因为要卖厝啊，所以就讲天是厝底的厝顶，地是咱的地砖。伊的老爸听了就欢喜呢，这个老爸嘛无简单，你甲你鼓励讲，一个人死去了后，搁来做回想是无效的，较要紧的是你活伫这个世间的时阵，你就来做一个好人。有啥物款的老爸，有啥物款的囝吼？有啥物款的囝嘛会当推测，可能有啥物款的老爸。所以伊伫1880年就开始受选做会议，地方议会的议员。开始做啥物民权自由的运动，特别是伫迄当阵国会爱会当普选来奋斗。这个人4年了后，
第3擺去坐監，因為伊反對地方的縣長。1890，伊受選做即個眾議院的議員，一直到伊1901年辭職為止。伊第一擺公開演講是啥物時陣？是為着竹尾東山的一件代志。竹尾東山是啥物所在？竹尾東山嘛是佇咧東京，伊是一個採礦的所在。即個銅的廢水是直接排入河中，四周圍的山林甲土地攏無法度生草，土地無法度種，無法度互人甲動物生物來徛起。迄個時陣是1891年國會第2個會期，即個銅礦的主人背後有真大的靠山。大家知影啥物人互伊靠無？大家敢知影？日本的即個礦業的主人的靠山，甲台灣無共款。台灣遐烏迄個煤礦的無啥物靠山，佇這背後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想要私底下甲受害者來和解，想要甲遮個咧抗議的農民孤立起來，有幾下個暴力的事件衝突開始啊。小組伊就堅持非暴力的抗爭。佇1898年的時陣，因累積的士氣已經真磅啊！因就想要去直接去上懸的中央政府遐來抗議。迄當陣，伊甲遮農民講，佇因要出發去東京遊行進前，伊安尼講：我是一個國會議員，我知影即個污染的代志甲受害者的情形，所以我會甲恁做伙，我會甲恁徛做伙。我已經準備好要為這來死，毋過目前的政府是一個議會的政府，咱愛甲伊相信，佮甲伊支持，咱愛甲政府溝通咱的意思，而且看因會安怎回應。若是政府無按算來停止，我就袂甲恁動啊。即屆我會徛佇恁的身邊，甲恁做伙行動。我袂講白賊，我會照我的約束來行。原來小組對新的政府有期待，因為這個政府講，因宣告講會支持人民的民主的權利，所以伊就一直向政府領導者甲國會來請願。毋過伊的使命攏失敗，伊最後就對國會死頭路。1902年第4擺坐監，62歲的時，罪名是侮辱政府的官員。伊嘛是佇即擺坐監的時陣，第一擺看到聖經。1904年有一個莊頭叫做亞那卡川，因為污染傷過嚴重，所以政府就接管協助遐要搬出去的人。塔那卡也就是小組，伊就來即個川，因為佇遐。伊決定要住佇遐，閣有16個家庭無願意來離開。1907年的時陣，政府命令把這16間的厝攏拆掉，伊就帶當地居民，迄16個家庭的居民，按法院來提出告訴。伊佇1913年9月初四別逝，6年了後，1919年的時陣。地方法院講，人民是對的，判決人民贏，毋過小組無看到。伊一世人攏咧甲污染三交戰咧爭戰。佇迄個時陣，咱會當想象100多年前，干那一撮撮人意識到環境污染的問題，伊非常熱情來投入伊的性命。投入這個自然的環境，伊是安怎會安尼呢？伊安尼講，若是要甲這個川亞那卡毀滅，就是要毀滅規個鄉土。伊後來用牛來講家己的奮鬥，伊講伊親像牛佇鹿公梅中間，伊講伊互人鞭拍，互風甲互打擊。牛排伊的重擔，古早過去，
简单流落来的是莲啊含落伫路古梅的内面，阁有悲伤的代志。听完伊的故事，请问这甲肝有啥物关系哈？这甲肝有啥物关系？伫伊的作品内底，伫伊的一生内底，伊上界关心的就是呼噜萨多。呼噜萨多，咱知影日本话是故乡，对不对？乡土，就是乡土的福利 well-being。咱会当想到，发现伫伊的思想甲行动内面，有真丰富的内在关系。伊伫四个领域讲出人类的责任。第一是自然，自然是啥？自然的领域是人类受安置伫迄个中间实现伊的责任。已经肯定四季循环是上帝的礼物，所有的宇宙是上帝天小的厝的一部分。每一个季节拢有新的礼物甲欢喜。伊安尼讲，伫春天，人会当去山顶看花开；伫热天会当去揽仔；伫秋天会当去看山峦。去山峦就是山坪遐看植物的果子。伫冬天的时阵，伫秋天，伫秋天，佫会当看到红色的房仔、树叶啊，做砖塔；佫伫天顶有白色的云，做伙欢喜。咱家己已经无需要佫穿啥物彩色色水的水衫仔裤啊，因为无限量的上帝通过这个宝贝的厝，甲咱三甲欢喜。这是第一，伊咧看自然的时阵，敢会互咱的兄弟想起伫爱甸乐园，上帝开会足侪心神来创造，互世间万物徛起的所在。伊安尼讲，月娘生花fem甲开花，这一切的物，无限量的欢喜，是上帝甲咱做伙分享的。这款的欢喜会当对抗咱的喙齿，因为伊无限量。咱嘛无需要搁磨磨唧唧去积聚什么财宝，因为无任何的财宝会当较赢遮的。伊果然有他妈太福音，因为所罗门极荣华的时，伊的砖塔无值得一蕊野地的花。所以每年兄姐爱找机会去自然中行踏。伊一年四季，咱伫台湾真幸运，嘛有四季的分别。咱爱去领受上帝通过自然甲咱讲的话，也就是因为安尼，伊对抗污染。伫日本有一个俗谚讲，就算乡村互人拍败，山甲河嘛会伫地。对伊来讲，伊讲毁灭山甲河，就无故乡。伊认为日本有真丰富的水甲米。伊讲，你若要关心山，你的心就爱亲像山；你若要关心河，你的心就爱亲像河。一个人失去对山的关心，树仔会死；树仔若死，河就会重；河若重，规个庄头就做大水，庄头受毁灭，人就会死；人若死，乡土死；乡土死，国家就死。伊是安尼咧看待空间中间万物之间，同款。伊讲，若要治理河川，一个人爱大声清气的，就是伊的心。伊安尼讲，我看人定定咧洗因的手，咱定定洗手，对不对？也毋过无咧洗因的心，因洗因的面，洗因的身躯、喙，大家会早起来拢知影洗喙，爱洗鼻仔，毋过无咧洗心。
河流嘛是同款，毋过因干单是手机，毋是君。若有人想讲整理河的漂流物，譬如讲咱有净滩的活动，咱要去捡垃圾，这真好。毋过，迄毋是根本，毋是互河会当流就好，迄受过保守啊。简单看到手机，无看到君。河流的照顾爱去处理源头，源头是啥？是伫山里，是伫树哪来？照顾河却忽略山，就亲像人啉毒药来治喙焦，佮假做家己真健康，佮足卫生。因为咱用一种宗教的敬虔在洗喙，这是伊真严格的批判。但毋过，伊毋若安尼讲，伊阁安尼讲，咱爱注意受苦的厝边，伊非常的关心遐个受害者。伊的做法是甲遮的亚纳卡的庄头的居民做伙，伊坚持庄头的大的人应该要有自我治理的权利。庄头是国家基础的单位，伊思想甲行动的起头是对下骹到顶面。人民的权利是对乡村开始，慢慢往顶面到顶，慢慢到州，慢慢到国家政府。伊本来相信政府的官员的责任是甲人民服务，落尾因爱变真侪咧服务采矿的头家，伊变真侪迄个奴才。伫伊的心中，伊上坚持的是马太福音内底25章至美世。对伊来讲，毁灭至美世，就是伫毁灭上伟大的。对伊，伊读圣经2年了后，伊决意深深认同受苦的人到一个程度。咱一般啦，帮赞一个人，敢有可能搬厝去因兜附近住？真困难吼，真困难吼。伊是安尼决定的。伊搬去迄个庄头来住。伫迄个庄头住的时阵，伊才发现一件代志：爱用无知识的来学习，遐个人拢是农民，拢是无才目的。伊家己伫遐住的时阵，伊发现讲，我爱用我的厝边来学习。毋过，一般社会中的道理是用有智慧的人来学习。伊讲天顶的智慧是用无知识的来学习。古早有讲爱用家前来学习，用顶面来沟通。伊了解到一项道理，就是人民，遮的人民，无过是伊帮赞的对象，因有真大的困难，会当来塑造伊家己的历史。过来。有空间，有厝边，阁有啥物？阁有啥物？阁有政治组织管理。头我长老咧祈祷的时阵，讲到非常济的世间、人世间、国家甲国家、政府的组织，伊相信若是要真做一个人。你毋若爱甲自然有好歹的关系，你毋若爱做你厝边的同伴，你阁爱去回应政治的权力甲组织。伊咧用伊的性命咧教导咱，所以伊到死阁查的另外一本册，就是日本的宪法。因为宪法讲起一件要紧的代志，伫遮上界要紧的，就是人民的政治参与。伊虽无用民主这个字，也毋过伊相信人民爱会当参与伫影响因生活的决策的过程中间。最后，伊嘛伫宗教的卫星中间找到意义甲目标。毋通袂记得，伊伫死之前，另外一个藏伫伊地下内底的宝贝，就是圣经内底的马太福音。
对伊来讲，对咱来讲，宗教的委身要安那具体来实践伫咱的生命中咧？对伊来讲，追求和平是伊认为上界要紧的一个代志。日本伫二次大战的时阵，用全国的宗教神道教来动员人民，要求因对国家绝对效忠，国家的主权变做效忠的对象。日本战败了后，是悲剧性的，全国人民拢真见笑。毋过对伊来讲，迄可能是毋是无好，因为因会当学到一件代志。国家政权拢是相对的实体，毋是绝对的。伊阁继续讲，咱伫即个世间，嘛无一个国家有才调靠家己活落去。亲像头仔咱咧祈祷的时阵，咱爱注意着咱甲中国的关系，咱注意着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关系。请问遐尼远，敢咱有关系无？咱阁注意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关系。请问遐尼远，甲咱敢有关系？敢有？安那有关系？上明显的面粉一直起价，对毋对？大家毋敢无感受到，因为乌克兰安那生产啥？敢是安尼？有足侪物件其实会反映出来国家甲国家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福利爱靠其他国家的福利，才会当存在。咱哪来活伫甲彼此的关系中间？伊思考国家，伊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家庭，宗教伫追求国际家庭的和平的时阵，应该爱扮演要紧的角色。这方面，宗教会当真做互咱转化的一个参考，会当帮助咱看到国家的安全是甚物，是相对的价值。宗教互咱用所有国家的团契来进前。当咱追求和平的时，咱已经伫灵性的旅程中间，咱毋免等到世界末日，咱伫即个时间内底。咱爱有看到天顶的个迄个异象，咱爱会当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国家的主权。虽然伊无固定的教会，也毋过伊强调基督的信仰。圣经对伊来讲是听甲正义的基础。伊对神学讨论上帝安怎无啥兴趣，伊要敲出的是今仔日我灵性的根基到底是什么？灵性的根基，互伊会当为着受苦的厝边来行动。伫读圣经进前，伊坚信头先有讲到，日本的宗教是神道教，伊相信天道。后来伊才知影，这个道通过基督的性命甲生活启示出来。伊嘛相信创造是好个水的，总是人的罪，互伊变啊歹个邪恶。毋过对上帝来讲，对上帝来的救赎，要互万米转去受造迄时的水，这个救赎已经清楚。是通过耶稣基督来，伊牺牲家己，伊认为真正的悔改是爱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接受死日的路，搁跟对耶稣。伊追求的毋是幸福的道路，毋是成功的道路，毋是欢喜平安的道路，伊跟对的是是离家的道路，甲军队耶稣。伫今年的最后一日，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立志行是离家的路，是毋是足叮当的？毋过，若无讲这，我就有知的。因为真正的悔改是邀请咱每一个兄弟
甲道家肉体耶稣同款，伊行的路是歹死入家的路，是为着咱的罪来受苦，是为着受苦的慈悲，也就是日本话所讲的仲間来跑走的路。所以小柔安尼讲，伊伫咧迄个床头，甲遮个人生较大的时阵，伊讲，即个床头互人毁灭的时间可能真近啊。毋过我要做，我会当做的，这就是宗教的本质，就是信仰的本质，为别人来做工。互人会当定头先，互人会当为着即个世界，搁来去行新的路。伊安尼讲，孔子真真诚来投入即个世间的代志，不得甲是人超过世界，达到尼尔瓦那，就是反，就是的即个境界。基督活出真理，所以我要跟对基督，这是伊的信仰告白。基督活出真理，我要跟对基督。兄弟姊妹，即句敢会真做你的信仰告别？你是呀，还是啊？小柔的基督信仰，互伊对人民有真深的疼甲威信。伫伊生命内底两件代志。62岁在家第一摆看圣经，归信基督了后，2年后，伊亲亲领导人民去甲因做伙徛起。咱的主耶稣，敢毋是甲咱做伙徛起吗？间的特质，伫什么的中间，其实是咱人类生命基本伦理的态度。如果只有一个人，安尼伊无真做人。我甲讲一个，奸伫什么甲什么中间，一个点敢有法度真做奸？无法度。伫什么甲什么中间，至少爱有2个点。所以人若是只有一个人，伊敢有法度真做人？无法度。伫伊思想内底。无法度真做人，这个人是无法度真做人的。人若爱真做人，你看到伫日本话中是人间，人间其实是人类的意思哦，是人的意思哦。人间是当伊活伫自然迄时空间的中间的时阵，伊才有法度真做人。也就是讲，人甲空间之间，人甲空间之间。迄时，伊活伫厝边之间，活伫厝边中，也就是那卡嘛。迄时，伊活伫国家，也是即个世间。更较要紧的，第4个，伊活伫时甲时的中间，也就是历史的中间。所以，当一个人甲自然相照门的时阵，伊会去欣赏迄个空间。当伊活伫厝边甲东畔的中间，伊才有法度真做人。当伊参与伫社群体的中间，就会形成即个世间。当伊个活地时，伊伫无共款的时甲时的中间的时。伊就会当创造历史。咱若无伫遮个间内面，咱就无过真做是人，会变做愚戆的。日本话就讲，这是马路客。什么叫马路客？什么叫愚戆的？就是对间内底家己抽出来，道者肉体。点伫咱中间，有稳定，有真理满满。咱大家来祈祷，听着阮的主，
你创造万物，照伊的时，你看因极好。你怜悯阮，知影阮受罪的捆绑，羁绊到无法度的程度，差派你的圣子耶稣来救赎阮。得稳定真光来到阮的中间，主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接受这个光，互阮伫空间、伫厝边之间、伫世间、伫时间的内面，拢有你的同在。当阮活伫这世间的内面的时阵，因为你救赎的稳定，阮会当成做真正的人。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296首，耶稣调我行天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时保护。我的救主耶稣耶稣，全能的手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无论拄着烦恼艰苦，也是直行别他路途，小轮海面也是山岭，搭起搭位是应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我搭春秋起主耶稣，我行天路主熬祝福，世间好福拢无定着，主存成就甘我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像保护。我求主常常照顾，相思诚心扶持帮助，到尾脚影时时款式，真只是人的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的手时刻保护。我爱真心做你学
请坐。咱下面每年干部的就任式，咱请这会长甲队长辅导咱这个干部，咱来到头前。上恩团契王明仁长老，兄弟团契会长尤志龙长老，妇女团契罗宇执事，社青团契平营，宪歌队乃齐主任姚真校长。辅导青少年辅导姚恩执事，咱请来相连兄弟妇女，一排应该会到吧？吼，一排。姚恩，好。耶稣对伊的门徒安尼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无做工，一定袂空空。即摆我要来甲咱的团契首长来誓约，我会来一个，我会来问候。上年团契会长王明仁长老，兄弟团契会长尤志良长老，妇女团契会长刘乐义姊妹，社青会长林炳英兄，圣歌队队长尤乃琪姊妹，朱丽尔校长洪雅丁老师，青少年辅导陈雅文子，请问恁要领受这个责任，恁敢有确信这个是上帝的召命啊无？恁要领受这个责，恁着倚靠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又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长老教会独行教会的官兵，设立恁做本会上年团契会长、兄弟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朱丽尔校长。以及青少年的辅导，着警醒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这条来奉献。
咱掀开周报第3页，报告大圣，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念一遍就好吼。咱做伙来。道正肉体徛起伫咱中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搁阮捌看见伊的荣光，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得的荣光。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字汇表甲礼拜事项表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本会消息。今日感谢福音教会王美淑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劳。咱礼拜中拄拄有举行着首长的就任。后礼拜张德林牧师要来主领礼拜甲讲道。第3点。咱教会遐个小春联月历吼，拢伫公布栏的头前吼，咱会当家己来睇。第4点，咱的迄个各单位的迄个校铺吼，今仔日应该咱做迄个规定职事会甲所有的遮顶礼拜的遮收入吼，互各团体落去签收。所以应该是今仔日摕转去了后，甲我都做甲完整啦吼。无要紧，今仔日做完整了后，请各单位的首长吼，看清楚，名签，因转互清楚吼。咱后礼拜甲摕来办公厅来开始收检就会使吼。所以即礼拜大家较辛苦吼，后礼拜摕来做收检的动作。第5点。咱拜3继续邀请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出席咱的祈祷会。第6点邀请咱已经有设籍的吼，就是讲咱已经有成人洗礼的遮兄弟吼，咱会当参与着咱的约定奉献吼。约定奉献就是咱有的教派伫讲的11奉献啦吼。咱的名称叫做约定奉献咱用逐个月的收入。来拨一部分来做奉献吼。目前咱今年度所有的奉献可能是规定奉献减同济啦吼。我即目前甲累积起来吼，我小算出来，咱规定奉献是真正有减吼。所以邀请这兄弟咱若真正有即个负担咱就会当甲干事讲吼，你若开始要未开始有规定奉献的兄弟。咱会当甲做行政干事甲安琪讲吼，伊会甲你准备茶有编号会下伫后壁遐吼。明年度的迄个奉献茶应该是摕出来吼。今年度会收转去2024年的茶应该是摕出来吼。咱会当准备明年的规定奉献。好具体关怀咱等下来做祈祷吼。教界消息咱家己看。来团结的消息，今仔日拢无聚会啦吼，今仔日拢无聚会吼，拢有诶是伫后礼拜，有诶是伫后礼拜吼，所以我就无搁一直来读吼，社青团结的部分吼，社青因明年有新的活动吼，会长伊要补充报告吼。大家平安哦。社青团契要直接做一个短短的宣传哦，因为社青有计划要伫明年每一季要办一届祈祷会，祈祷会内容大概是会有读圣经、甲默想思考的部分，第3个部分是祈祷的部分。阮祈祷会会安排伫就是礼拜线，差不多伫11点半到12点半1点钟的时间。明年第1届的祈祷会，阮安排伫后礼拜1月7号礼拜结束的时阵。因为1月13就是咱的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日子嘛，所以即届的祈祷会，阮会甲祈祷的重点放伫台湾甲总统大选即件代志上。所以要邀请各位兄弟，后礼拜结束做伙来为着咱的土地祈祷，恳求上帝带领台湾的未来。以上报告。
好，第5点吼，迄个团结消息第5点，圣歌队吼，因时间要改做7点半吼，这是明年开始吧吼，明年应该就是后礼拜啊啦吼，应该就是过来这礼拜啦吼。好啊，迄个下面吼，甲后壁迄个奉献吼，直接报告做领收啊，若准有错误的，也请我本人来更正吼。同伙也即个封地的部分吼，有迄个组织图吼，咱会当参考看卖吼。若准有错误，也会当做按期来更正啦吼。好，咱倒来甲新朋友的介绍吼。今日有2个新朋友吼，咱真欢喜吼。萧秉成医师吼，个何新荣小姐吼，伊即马伫中国医学院伫读册吼。萧秉成萧医师吼，伫台中病院伫做医生啦吼。这是廖大平长老的介绍的朋友吼，咱请咱起立，大家甲欢迎一下吼。好，请坐，请坐，吼。欢迎恁来啦吼，嘛望讲后届逐礼拜拢会当看到恁吼。好，咱来为着集体关怀即甲一寡事项，咱来祈祷吼。好，咱三甲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对年初、年中、甲年尾，2023年一年度，感谢主你的引带甲带领。虽然伫这一年中间，不管伫国内、伫国外，我嘛经过真侪的挑战，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主啊，我嘛是爱向前来行。伫2024年，阮有一寡事项摆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带。伫阮个人的方面，恳求主你的带领。不管阮的身体的健康、灵性的进步、信仰的起调、人际关系、工作的问题，这等等，阮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做阮个人的主，带阮行阮信仰的道路。我嘛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阮久久欠牧师伫阮的中间。虽然伫这段时间，阮运作看起来拢是正常，总是阮搁较仰望有一个牧者伫阮的中间来关怀阮这兄弟姊妹，来扩展阮这个社区的福音。主啊，恳求你赏赐，恳求你排比，伫这未来的一冬。互阮会当找到一个真好、真适合阮独行的一个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主啊，我嘛将阮明年度各团体、各单位因有一寡事工的推行，拢会当照着主你的旨意，互阮遮的团体的客友干部。拢会当照起工安尼来实施，安尼来行。将阮的教会搁一摆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我嘛为着明年阮的国家真大4冬一届的选举，求主你引带甲排比。主啊，阮知阮台湾毋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虽然阮知阮人民政府拢真努力。总是阮的威胁，拢永远存在。主啊，真正恳求你引带。阮知阮的选择会影响到阮未来台湾要行的路途。主啊，阮知你已经有备办为阮备办一个真好的总统甲副总统，总是。我嘛知，这应该拢是爱经过阮一票一票来定出来。主啊，恳求你的神感动阮，互阮有智慧来选择一个适合阮台湾真正为着台湾拍拼的人。主啊，我嘛为着阮
世界的和平来祈祷。主啊，我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已经伫要到2冬，伫昨昏阁有真大的空袭，造成真济的死失。我嘛看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敢若是无停歇的一个现象。主啊，这拢是阮所关心的。主啊，我嘛知这拢是你的人民，你的细囝。主啊，伫因艰苦、伫因战乱的时，主啊，求你亲自安慰，或者死失的、死伤的，伫战争的中间所艰苦的，主啊，求你安慰，嘛求你，或者世界的强国因有智慧来做一寡调解，或者个战争会当早早的平息。主啊，听阮的祈祷，阮将这摆在主你的面前，2024年，求你继续引带，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起立，咱行平安礼吼，大家互相请安一下吼。好，来，咱唱一遍吼。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好，咱吟尾遍的诗吟诗线请牧师来接导，圣诗514首。打马山会求主赐福，予阮心中上快乐。大家家人亲来辅助，欢喜阮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经过旷野主带路，永更宽平归主生命，总愿心志免惊吓，真理传播百倍修成，世界为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更定，教会分行对阮做起，所修炼阮那家己，阮的信心有主帮助，那不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不当将我同世间。愿恁平安出去，圣主上帝，互恁伫路呢会当拄着受袂到的欢喜。耶稣基督陪伴你，圣神扶持你，伫你的一生中间。阿门。请坐，灭倒，咱电乐刷甲仪式。